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之先，伊的主啊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绝到万代。咱的认识了上帝，圣诗304首，圣诗304首，我要学老，我要学老，我要学老，我主上帝，我要学老，我要学老，我要学老，我主上帝。约翰兄弟拢总是属兄弟，因一齐出声学老主圣名。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因一齐出声学老主圣名。圣诗304首，咱起立三个来咱议员徛伫，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先开圣诗后面启文19。启文19 1033页，也就是诗篇84。启文19，咱三个来启用。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宇，到尾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
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在上山表示，因经过大索山谷，拢变做水泉。就无感到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我要伫小安了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阮的祈祷，我的上帝啊，求你按耳他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所托，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里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上主日头是定牌，以互咱温辉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同心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大家平安顺利。伫主你的圣日，阮当神的兄弟，大家出席伫你的殿里敬拜你。今仔日是大干节第3主日，当阮点到第3支6册，是代表宣告记录。伫阮经历主你为阮降生，互阮对罪恶中得到讨放，确定基督就是迄位阮所等待天后的救主。因为安尼，我要用爱甲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阮这段无牧者期间，教会一切圣工事奉，教会种种事务，兄弟同工，大家拢会当同心合作，协力三班章。求主圣神引带带领，感动合主你旨意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西湖教会。这是阮为着生心灵欠咱兄弟，求你甲因三甲伫地，加添因信心、快乐甲勇气。主你有讲，欢喜的心是好事，忧伤的心神互孤单。主你的话要成做阮的帮赞，阮的倚靠。阮为着即摆，阮教会明爷子圣诞大欢喜的日子，教会所备办种种事工、庆祝活动，甲着年度预算的编列，以及每年各种的事工，求主你带领祝福，互一切拢会当顺利圆满。感谢主，主你真当的仆人，李牧师今早起伫阮会中，伊要通过，主你要通过伊讲出你活命的信息，愿讲的、听的拢得到帮助，拢得到祝福。基督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咱感谢圣国队带咱来学罗上帝，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和合本是48页，汉语本是40页，现代中文本是58页。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过几那日，耶稣搁入加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就侪侪人聚集，直到无空地，连门口也无。伊就讲道理互因听。有带一个变衰的就问伊，是死的人跟伊来，因为人多，袂话困我。就伫耶稣踮的所在，拆厝顶，互伊归空，就将变衰的倒伫坡仔堆落去。耶稣看见因的心，就甲变衰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有几若个经学师坐伫遐，心内议论讲：即个人怎样安尼讲啊？伊是欠权滥杀。除上帝以外之罪为赦免罪啊！耶稣心内连边知因有一个议论，就甲因讲：恁啥事伫心内议论遮呀？甲变衰者讲：你的罪赦啦，也是讲起来举你的坡仔来行，踏路一项较快。独独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就甲变衰讲，我甲你讲起来，举你的坡仔倒去你的厝。12节，伊就起来伫众人的面前，随时举伊的坡仔出去，直到众人拢戆影，归荣光上帝讲：阮将来袂捌看见安事。以上原做话诚侪咱帮赞。讲到现在去李牧师。要用信心的规律，咱讲授来听。希望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主，互我有机会来到真温暖的教会。我感谢上主，今仔日我也要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咱长老所读的经节来锻炼咱做伙来思考上帝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检测伫咱的人生中间，也是生活的经验内面，检测拢有机会，也是有可能有当时你的脚会感觉无方便，有可能是因为行路无好势，嘛有可能车祸，也是运动会伤害，等等侪侪原因。但我相信，当咱的脚也是行动较无方便的时阵，我相信一定对咱每一个人的生活有真大的影响。其实这影响毋但是身躯，嘛有当时影响咱的心情、咱的心灵。伫这段经节内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伊得到医好的故事。咱做伙来思考，这个人伊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伊身躯边的人。可能会安怎甲伊看待？到底是啥物原因，互伊愿意对伊原本的所在，一直到耶稣在教导的所在，甚至愿意将伊的即个无方便的所在、变衰的所在显现出来，为着要得到耶稣的医治。伫即个故事内面，即个经节内面，耶稣安怎看待即世的人，就是即世的跟即个。半身不遂的人的即世的朋友，今仔日咱的生命中，毋知到面对啥物款的困难，互咱感觉无气力，就亲像即个故事的主角共款。今仔日咱要安怎得到气力？上时敢有可能会通亲像即世的朋友，带领有需要的人来到上主的面前，互因当齐得到气力。咱来看马可福音书
咱知影马可福音书是上早完成的一本福音书。这本福音书写作的背景是伫罗马帝国这个压迫统治下面所完成的福音书，所以大家会当想象，伫迄当时的基督徒是受到真侪压迫，伫遮侪压力下面，信仰要安怎食做因的溃烂，信仰要安怎伫因的生命中活出无共款的见证。马可福音书要安怎食这个耶稣的故事，要安怎食做基督徒当时信仰的溃烂去面对当时的环境，互因有这个信仰的根基继续做见证。咱若读马可福音书，咱会知影讲，马可这个作者伊用真活泼的文字去描述记录耶稣的行动。咱若看耶稣伫马可福音书内面有足侪动作，无论是教，无论是医治，无论是赶鬼，无论是行遍加利利的所在，去互世人见证上帝国的福音。所以伫马可福音书第1章也是同款，耶稣行到加利利的各所在，伫会堂教世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一直来到第2章，耶稣过一摆去到加百农的所在，同款有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带着因的需要，恳求耶稣来甲因帮助甲医治。我简单把这个故事分做3个部分，这3个部分我用动作来甲伊分类。第一个部分是讲起来，一个半信不遂的人，伊家己无法度来见耶稣，但是这个时阵有4个有困难的人，这4个有困难的人，无一定是做少年人，嘛有可能是中年的人，但是一定是有困难的人。这4个有困难的人，因决定要来跟这个无困难的人来见耶稣。想到这4个人，伊要安怎做？伊要安尼做？圣经无有特别的说明。咱会当想象，检采是别人看到讲耶稣来到某咪所在，遮有一个行动无方便的人，看检采伊有需要，所以拜托这4个人来特别来甲伊。何塞来传伊来见耶稣，跟去厝顶。检采嘛有可能是这4个人，也是其中有一个朋友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甲伊的朋友讲，家己感觉心内有感动，想要甲伊何塞。但是无论怎样，因这4个朋友决定要甲这个半信不遂的人甲讲起来，去见耶稣，并且是跟去伫厝顶。伫当时第1世纪。巴勒斯坦的遮个厝顶，大部分边仔拢有楼梯通去哩，所以检采毋是像咱大楼遮悬，但是嘛是真需要即个困难人要讲，咱就想讲，咱对1楼到2楼要爬起来，今仔日你也是即个膝盖无讲介好，也是讲身体稍较无爽快，嘛是需要困难，何况是伊要将别人一个规身躯无力的人要甲讲起来，咱就来看。这4个人一定是真有疼心，伊看到别人的需要，愿意出家己的力，成做这个半信不遂的人的朋友。像是这4个人，若是有这个有疼心，伊也是对耶稣有信心的人。这4个朋友，因决定看到这个人有需要，决定对这个耶稣的这个话有一个回应，有信心，决定要将。这个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因相信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病人就会得到医治。像是伊若是一个有困难的人，可能平常时这4个人可能有在搬动，还是在训练，要安怎知影去甲这个人会当用上省力的方式带到耶稣的面前。若是因平常时无训练，可能因这搬了，可能就原因受伤，原因需要耶稣的医治。因为这爱等于讲这负重行走爱一段路嘛，咱毋知影讲当时伊徛去迄个半信不遂徛去的所在，一直到耶稣教导的所在有偌远。但是你若想讲，咱若要4个人要对捷运站，这捷运站内湖高工遐，伊甲扛来咱的教会内面，哇，这就是一个挑战。所以第一个故事有人甲讲起来，第2个部分。圣经有新的翻译叫累落去，坠下去。
伫这条路上，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咱来想想，到底伊心内会安怎想？会安怎想？伊是一个无法度徛在，无法度徛稳。检测伊嘛无啥物朋友，因为伊的生活的范围真有限，可能以前无像咱即马有发明遮侪辅具，咱若厝里有需要照顾的老大人，咱就知影讲，其实辅具也是身心障碍的朋友，迄辅具会当帮助伊去到较远的所在，是讲电动代步车。迄当时拢无遮个工具，伊的生活的即个空间生活的遮互动的人，伊朋友是有限的。甚至嘛有可能用无共款的，有人用无共款的眼光去甲伊看待，直到伊无法度受到当时的社会来接纳。伫伊心内可能嘛会感觉这无可能伊伫我一定伫遮倒遮久哪有可能？有做想到过去无好的经验，互人摆脱，互人无接纳负面的经验甲情绪，所以伊检测讲我。检测即世个人要甲伊讲去时阵，伊嘛想讲那我敢要去我坐伫遮就好啦，莫阁讲嘛有可能即款的心情，但是伊想怎伊想要来到耶稣的所在，伊决定要来到耶稣报道的所在，而且毋是干那伊一个人甲耶稣面对面，是遮侪人，可能伊的厝边隔壁，可能别人足侪无熟悉的人，伊要将伊家己上无方便的所在，感觉上欠缺的所在。感觉上无气力的所在，感觉上见效的所在，伊讲伊要将伊即个所在，伊的需要带到耶稣甲众人的面前，恳求耶稣来甲伊医好。但是无论怎样，因为即世的朋友因的信心，因为耶稣即个病人，伊决定搁一摆愿意面对家己的需要，家己的需要带到耶稣甲众人的面前。愿意累落去，愿意领受医治，这是第二个部分。这个故事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徛起来。伫遮侪人中间，耶稣在讲道，耶稣在服侍，耶稣看见着这个4+1个人的因的人的信心，看到因竟然会当对厝尾顶甲累落来，嘛看见这个病人的需要。耶稣在服侍的时阵，伊先叫这个病人，叫做少年人，也是讲叫做细囝，表示讲是一个接纳的一个心态，接纳的态度。伊毋是用这个轻视的态度，伊表示这个亲近少年人、细囝，我看到你煞接耶稣讲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赦罪，另外一个就是叫病人。搁一摆徛起来，咱知影，伫迄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内面，这个破病通常拢是甲这个犯罪有相关的关系，甚至是犯罪的结果。像是也互人看做是无清气。伫旧约内面，咱也听侪这个圣经都有描述着这个罪甲病其中的关系。甚至伫当时犹太人拉比的教导内面，嘛有捌讲一句话，讲即个人的病痛，永远袂当得到医好，除非伊的罪过先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耶稣伫遮先大声，伊先宣告伊的罪得到赦免，即个病的原因得到解除。但是当耶稣安尼做的时阵，也引起在场遮个经学教师的议论，受到当时遮个宗教权威的领袖的挑战。但是耶稣继续坚定来宣告讲，人主有赦罪的权柄，并且佮进一步开，即个病人讲，我甲你讲，起来，亚你的床铺，转去恁兜。即个病人竟然也有信心佮勇气，决定要徛起来，伫众人的主目下面行转去恁兜。这个病人，伊选择接受别人的帮衬，伊选择面对家己的软弱，伊选择我靠相信耶稣讲的话的权柄，领受医治，徛起来，行出去，行转去因兜。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真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内面，我有一寡反省，也甲大家分享。咱会发现讲，伫这段圣经内面，
其实面对软弱是一个得到溃烂的一个关键。面对软弱是一个得到溃烂的关键。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伊需要有勇气、真实去面对家己的软弱。伊会感觉讲啊，我安尼就好啊，我嘛无需要，无要紧，放弃啊，就无可能得到医治。但是伊决定有勇气、真实面对家己的需要。伊决定要甲这4个人、4个朋友，当别人要甲帮助的时阵，伊决定讲好，我要互恁帮助，我要接受恁的帮助，我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要领受耶稣的医治。只有这款伊面对伊的软弱的态度，才有可能有机会得到医治。耶稣也通过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互人看做有罪的人，互人看做无清气的人、无力的人，还是上帝互伊有溃烂。反倒咱来看，伫当时迄个经济故事的现场，有侪侪经学教师看起来敢若真有溃烂，心内敢若有溃烂，观念啊敢若真有溃烂，喙嘛敢若真有溃烂，但是伊心内却是在议论、在怀疑，敢若亲像无有信心、无有溃烂来共款。反倒当伊烦恼家己即个溃烂，伊的官兵受到耶稣的挑战，甚至伊要去拿走别人来得到耶稣的医好。所以上帝通过即个无溃烂的人来彰显伊的溃烂。第二点，伫这段圣经内面，我嘛看到讲，得到溃烂需要当伴别人的帮助。这个人，这个病人，毋知影伊敢有听过耶稣，刚才有听过，可能嘛是别人甲伊讲的，可能有当时嘛会犹豫，但是因为这4个朋友，因的鼓励，因的斗相共，因的信心，因的听心，因的溃烂，互这个互人摆脱伫外口社群外口的这个病人，有机会对原本的所在一直行到厝外，一直对厝顶来互伊累落去，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4个朋友的帮助也是真重要。第3点，我嘛看到讲，得到溃烂是需要耶稣的话语。当耶稣宣告罪得到赦免，耶稣宣告这个人清气，耶稣宣告这个人无罪，耶稣宣告这个人应该受到正常一般人的对待，除去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病人身躯顶的侪侪标签甲偏见。耶稣的话也改变这个病人的想法，互病人感觉家己是有机会当站起来。耶稣的话，互这个病人会当站起来，跟伊的压抑的床铺转去厝。所以耶稣的话，互相信的人得到溃烂，得到医好，而且是心心灵全人的溃烂甲医好。其实这段圣经，咱来看，这个4个人甲这个病人的关系，这个病人的关系，互人看到讲，无论路途的遥远，也是人，遮侪侪人正人的想法，也是遮的厝顶，遮要到对病店到厝顶，遮路程的困难，拢袂当拿走这4个朋友对这个病人的疼心，以及这个病人对伫朋友的信任，还有这5个人对伫耶稣共同的信心。就是讲，遮有侪侪困难，有路途的遥远，嘛有侪侪人无共款的看法，甚至有反对要甲伤害。这个过程也嘛要出真侪溃烂，但是这5个人彼此的疼心、信心，对伫耶稣的信心，甲话语的相信，互伊会当行到上帝的面前。其实这个路，就敢若亲像雕像的路，是一个雕记上帝的路。咱真学伫想象，当咱面对家己的需要的时阵，咱就有机会见到上帝。当咱面对家己的需要、困难、上无方便，你感觉上见效，别人感觉无光彩的所在的时阵，咱面对咱家己真实的需要，就是行往上帝的路的面前。当咱去扶持有需要的人的时阵，咱就甲这个有需要的人做伙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伊的话语，经历到上帝的大观念。我相信这个雕像的路是真水的画面，
就敢若亲像诗篇133篇。咱知影诗篇133篇是即个代笔的诗，有一个上行之诗，叫做贝基亚的诗。就是伊即个人，伊每一当拢爱去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去雕像，去雕记上帝。今仔日这段圣经在的故事啊，歹势，今仔这段圣经在的故事，就亲像即个耶路撒冷这个百姓，因对家己原本的所在，一直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当所在的百姓，自己做伙要到耶路撒冷来雕记上帝。过程中间，敢若亲像这诗篇133篇，伊讲兄弟姊妹做伙徛起，我尔啊好，我尔啊欢喜。我相信这5个人、4个人要跟这个病人检查真忝啦，啊嘛真可能嘛休困的时间，毋过因的心，我相信是快乐的，是欢喜的，因为要经历主的恩典，要看见上帝。这嘛通比拼过去的油天伫头壳顶，留较喙手，阿伦的喙手，搁留较伊的红领。嘛要通比拼黑门山的露水，来到锡安的山岭，伫遐。上主有永远要赐福，要赐永远的活命。今仔日故事，就敢若亲像迄文山的露水，要落到锡安的山岭。伫伫要雕像的期间，锡安山岭迄阵时是较无咧落雨，较干燥、较干燥的即个季节，即个这期。但是迄文山的露水，较有水的所在，要落到锡安的山岭。就是讲，较有气力的人，较有稳定的人，水较多的所在，要啉到水较少的所在。有气力的人，要诚做无气力的人的帮助，彼此分享彼此的性命。伫即个潘霍华所写的即个著作内面，有一本叫做《团契的生活》。伊讲信徒团契的生活的关系，毋是一款理想。是一个真实的所在，是一个属于上帝实实在在的所在。伊也提醒咱讲，每一个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这个信徒会友的人，每一个人爱学习伫上主的话语的下面来过团契的生活。这句话就敢若回应今仔日这段圣经上共款。这5个人雕像的路来到耶稣的面前。伫上帝的话内面，我相信毋但是即个病人得到医好。圣经讲，在场的人众人拢大惊，规应该向上帝讲：阮从到今毋捌看过即款代志。上帝的话，上帝的气力，毋但临到迄个无气力的人，也临到即世的朋友，也临到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躯顶。姊妹兄弟。我毋知影，你感觉人生咱的性命有气力，敢是一件重要的代志？伫咱的性命中间，咱敢需要气力？无论是你透早要爬起来，对床你眠床爬起来，你要上便所，要对便所的马桶甲爬起来，到你办公室要面对着侪侪代志爱处理，特别是拜一时阵。通常咱开侪会，爱有一寡专案，你要面对职场顶悬，才会侪人际关系、主管、你的同事，甚至是你下骹才甲你同工的人。等来到厝，下班等来到厝，可能嘛面对翁仔某的关系，甲恁这亲子关系，甚至阁有甲恁孙仔、查某孙这的关系。礼拜日来到教会，有人的所在。检查，咱嘛要面对一寡教会内面人际关系的一寡的冲突，有当时咱嘛会感觉有压力。咱的性命每一个时阵，拢有无共款的挑战。有当时咱会拄着挫折、伤害。我想，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真需要气力。我想，大部分的人也期待望讲，主，我嘛要成做一个有气力的人。但是，咱常常因为民主，感觉可能咱亲像经学教师安尼，感觉民主毋敢互家己的软弱的所在带到上帝面前，也是讲别人的价值观、社会的期待、别人的期待，
讲你一定要安尼，但是你知影你家己是有需要，但是咱却唔敢讲，因为安尼，所以咱无有空间，互上主的开来进入咱的生命。因为安尼，咱无去真实面对家己的软弱。检采，咱嘛伫教会，伫即个信仰的路途，嘛真久的时间，敢有可能咱的生命，他亲像这个经学教师啊，讲好，我今天要听牧师，要听这个长老，要听这技术分享什么会？咱知影做者经文甲知识，嘛经历着侪侪稳定，但是咱却失去对上主的信心。但是这段圣经在甲咱讲，只要咱面对家己的软弱，面对家己需要的所在，来到耶稣的面前，上主已经陪伴这四个朋友来甲咱帮赞，甲咱三脚同行。主，当咱来到上主的面前的时阵，主会看起咱，甲伊讲：细囝、少年人，我看起你。主的话会临到咱，咱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当然，这个经在中间的病人，不一定是咱家己，嘛有可能是咱身躯边需要的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是谁？你的同事等等，咱嘛有机会会当亲像这四个朋友共款，领受甲因做伙来到主上帝面前，看见上帝的快乐，安怎讲做因的帮助，家己的心内也得到快乐，做伙徛起来。其实要面对家己，要面对软弱，要找别人来得到这个，要找别人的帮助要相信耶稣的话。刚才这拢是讲教会讲这老生常谈啦，可能嘛毋是我第一个牧师安尼分享，也是长老技术分享。但是其实我感觉这拢是一个无容易、无简单的这个信仰的路程啦。我感觉我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牧师，也有软弱无开来的时阵，通常这个讲道是较无讲家己的故事。但是因为伫今仔日这个经在内面，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的故事，我家己的软弱。其实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的妈妈伫我细汉的时阵，差不多得要3岁的时阵，因为癌症过身，所以当我伫细汉伫长大的过程中间咱知影拢会拄到这个母亲节无论是写卡片，还是要这音乐课要唱歌，还是要做劳作等等，我画画拢有。其实伫教会内面嘛是安尼，所以拢有当时我毋知影要安怎去应应，所以毋知影要去回应。我嘛感觉讲，这期我嘛袂特别讲母亲节要搞做欢喜，我嘛袂安尼想。伫咱台湾教育的成长过程中间，检查嘛有足少的机会去引传一个囡仔安怎面对死亡，安怎面对家己亲人的死死。但是其实伫我的心内，我有对伊足侪的笑脸。有当时人生遇到困难的时阵，嘛有足侪话想要甲伊分享。以前总是感觉讲人拢死应该这想这嘛无效啦，着继续做，继续活落就对啊。去忽略无去看到家己，忽略家己真实的感受，也毋捌甲即款的感受带到上主的面前。有一天我听到我有一寡好朋友，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朋友，伊的哥哥嘛是过身，过身几2年，伊哥哥差不多嘛比我较，就是甲伊因两个关系真好，真亲密啦，真亲近安尼。伊就讲，这个嘛是基督徒佫是牧师的囝，我就听讲，伊就讲伊当下心情无好，也是讲有当时拢会去到因哥哥的这个迄个墓园墓园去甲伊讲话，伫遐祈祷。我就想讲，这个真特别啦当然，我就讲，我就想讲，这就是伊甲因哥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一个疼，这就是一个思念。但是伊带到上主的面前。当我听到这个故事了后，我就想讲，安尼我嘛要甲我的妈妈，我想要甲伊祈祷，我想要讲，要甲伊讲话，嘛甲上帝祈祷。我会记，迄天我印象足深，迄天我要对台中的清泉港机场要去坐飞机去澎湖。我伫飞机顶，我就甲上主祈祷，
我讲上主啊，我做想我的妈妈，我有感觉啊，这妈妈有伫甲无伫，对我影响是啥物货，我就甲伊讲。伫迄个过程中间，我感觉上主的平安，甲迄个喜乐、甲温暖，甲我同在。虽然伫天顶，我伫飞龙机顶吼空中，但是你感觉迄个心是真踏实，是真稳定的，因为感受到上主的同在。搁有一摆，我要去到澎湖参加阮朋友的即个伊要结婚，要办的请人客。迄天拄好是礼拜日，嘛是母亲节。迄天我就去到马偕教会聚会。迄天大家在吟诗，好在庆祝母亲节，好唱那个母亲像月亮一样，好照亮我家门窗。啊，大家在吟诗唱歌，我嘛伫礼拜内面，我嘛向上帝来祈祷。将我的感动，将我的思念带到上帝面前。伫迄个礼拜中间，我也感受到上主温暖的疼。伫礼拜结束了后，因为我的朋友伫马偕教会遐聚会，因朋友的妈妈就讲要带我去食饭，因为阮是请阮朋友是请宴的，我中昼礼拜了要去，就是一寡时间，因就讲要请我食饭。阮朋友妈妈迄间嘛做特别的，就是因为阮的朋友吼，伊甲伊姐姐拢无伫澎湖，一个伫花莲，一个伫澳洲，吼即个妈妈就讲，伊就开始就讲这个故事，就讲伊安怎甲即个遮远距离的遮是谁安怎联络安怎逐工祈祷叫因挖靠上帝因遮的囝儿是谁安怎甲妈妈去分享因的需要。但是用一般人来讲，可能是讲这一个父亲一个欧巴桑，一直杂念一直甲这少年人一直讲话。但是我伫迄个过程中间，我感觉，上帝嘛通过安尼，互我去体会，互我去熟悉，一个妈妈对伫这囝儿是谁的互动甲感情。我相信上帝的听，上帝的话，在即个过程中间，伫这成长过程中间，有侪信仰的同伴，跟我三个同行。然后我即个母会，即个母会红滨教会伫高雄，因也拢真做阮厝里的人，拢互我有感受到做侪无条件的听。伊拢讲，他们是我的家人啊，随时欢迎我回去。我感觉即个过程，就敢若亲像今仔日即个经节，我享受到做侪姊妹兄弟的美好的团契，经历到上主的慈爱，也得到上主来开力。互我会当勇敢继续向前行。伫咱的生命中间，我毋知影咱敢有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故事，敢使别人知影，别人毋知影，互你感觉无快乐。但是咱敢有搁一摆机会，伫即个礼拜，耶稣降生，即个抬杠节的时期，咱搁一摆拍开咱的心，面对咱的软弱，接受别人的帮赞。相信领受耶稣的话语，得到快乐。其实，咱故事的三部分讲起来，累落去，徛起来，这三个毋那是动作，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面对家己的心灵，一个新的观念的转变。本来感觉无可能，本来感觉甲伊无关系，但是因为耶稣，因为这朋友讲起来。累落去，搁一摆徛起来。这毋是干那动作，是对一个心灵、家己人生的观念的熟悉，也是对伫朋友的听的一款的回应，也是对着主的话的一个信心的确信。咱敢愿意搁一摆来面对家己的软弱，拍开家己的生命，接受别人的帮赞。互主的开力来到咱的生命中间，咱搁一摆人徛起来。咱做一个基督徒，也是一军队耶稣的群体教会。咱平常时敢有通过即个训练甲装备，可能是读圣经、祈祷、服侍等等，互咱有诚做一个有开力的人，增强咱的肌力，会当负重，诚做一个身心灵拢勇壮的人，有开力的人，对到咱看去边仔的人有需要的时阵。会当诚做因的帮助，奉献咱家己的开力，互别人也诚做有开力的人。最后，马可福音书
伊是一个强调行动的福音书。就亲像我讲的，一开始做做动词的，伊简单真清楚记载耶稣的行动，耶稣伫当时一切的作为，伊的活塞。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1节，伊安尼讲，伊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3主日，耶稣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为着咱主动来到这个世间，来到咱每一人的性命。我相信这就是福音的开始。今年是主后2022年，也是长老教会宣告第100，伫台湾的宣告157年，也是咱的教会设教37年。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唔知是你来到这个间教会领受信仰的第几年？但是亲像这个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1节所讲的，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安尼开始，这个福音已经伫咱中间开始，并且要线到永永远远伫到主过来。我望咱的教会会当继续成做一个有行动咱的教会，甲耶稣三甲同行，甲伊做伙见证伫这个时代美好的作为，互有困难的人去帮助别人，无困难的人得到上主来开咱，咱同心来祈祷。主比里面的上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伫抬杠节第3主日，阮欢喜，阮感恩，并迎接主你的降生。但是恁知，无论阮来到教会偌久，圣经的真理知影偌济。阮伫教会内面有参与偌济的服侍，担任什么款的职位，你拢知影，阮的生命中间，拢有真实的欠缺甲需要。特别是迄个阮心内无力的所在，无方便的所在，主你拢详细知。今仔日帮助阮每一个姊妹兄弟，伫即个上帝你的圣殿内面，耶稣你所教导的所在的中间，阮搁一摆拍开阮的心，带着阮的软弱甲需要，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就会想述你权能的话语，主你会看起阮的需要，你的想述同伴来加做阮的帮助，互阮有困难，阮的性命搁一摆徛起来。求你也帮助阮，继续加添阮的信心甲困难，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带因来到主你的面前，见证主你奇妙的作为，同心来学乐，来标记上主。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感谢牧师，互咱真好的勉励。咱三个的吟诗，圣诗573首，圣诗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失事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告诫，伊要牵我手。圣诗573，咱起立三个来吟。Say
这时咱要来奉献，咱请民兵之士甲济南之士来书献。咱起立，三个来念奉献的诗。请坐。现在大家平安。是，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咱今仔日感谢李牧师来讲道。愿主赐福李牧师所做工。第二，后礼拜12月18，讲道是叶景安牧师，题目是新的新约，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第三，本会黄明义长老的妈妈黄地女士身体欠安。即是伫台北国泰病院住院治疗中，愿主医治早日康复，请咱来关心代祷。第四，12月18下晡1点，咱小会议长黄春生牧师要来伫咱教会召开中执会甲小会，讨论明年施工甲编列2023年的年度预算，请中执报工来参加。第五，全教会圣诞爱餐，伫12月24拜六中昼11点半，咱要伫一龙日式料理滨江店来举行。第七，甲电话咱来看，迄天是我来主持，欢迎咱兄弟邀请咱亲友来参加并提供节目。关于这点。我做补充的报告，有兄弟问我讲，全教会圣诞爱餐是全台北市的教会还是安那？毋是，是咱教会，是干咱教会，毋是全教会。伊讲哇，全教会，所以咱遮全教会就是咱教会，咱教会圣诞节，咱以后拢是伫咱教会来举行爱餐的，咱一人一菜。咱今年伫咱东港的开会，是讲咱来改变一个方式。即个嘛是我足愿望的代志，因为咱常常捌听到别个教会因拢伫外口的倒位餐厅啦，是倒位有来举行联谊爱餐咱教会当利用一摆，互咱伫拜六，就是10月24拜六中昼11点半。是安那要选伫即个所在，我有熟，有熟是安那。就是讲，伊所在停车不用钱，停车位就是蛮多的，所以说这个停车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会当解决。第二，我有要求伊一个互咱一个独立的空间，毋是讲干那计间，伊迄个空间就是有一个咱今仔日要去的这个空间，有一个大礼堂，互你会当办足侪款的，办6、7、100几都拢袂要紧。有一间是。一间我会当，就是咱顶届去，有安尼计间安尼。我顶礼拜我有参美节过去，跟他确认一下那个场地。真安尼真好，我感觉咱会当用对。
我们预计是到3桌、4桌、5桌这个哈。啊，这摆咱有报名，所以有200块，一人要收200块，所以大家免歹势，毋是教会要请，所以咱大家有出钱。重要就是要爱咱大家来参加，啊，当带咱的亲人、朋友，哦，咱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温暖的节期，哦，圣诞节，啊，带因来甲咱兄弟大家相较斗阵，伫遐咱游玩用咱晚会迄个感觉、迄个气氛，哦，咱有请咱一流的大师，我们的谜语大师现宗兄，还有准备谜语，哦，然后。我们有小朋友的独奏音乐独奏，还有于洋的独唱。我指定说于洋，你准备一首solo 然后我们有笙歌队，我们也会献诗，再包括我们张长老有短讲我们还有我的魔术，还有康的活动。我们的节目的内容不是就只有吃吃喝喝，我们也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外口一样赶快有这个圣诞的气氛安尼。隔两礼拜咱再来举行咱的赞美的礼拜安尼。所以伫遮先困邀请咱兄弟回去，会当看你的家里，看你的爸爸妈妈老爷弄会当邀请，我们也可以认桌，每一个家庭认桌江长老你任一桌，卢长老你任一桌，安尼意思就是要互咱大家咱利用这个机会直接过咱就人补充报告报名，咱的秋妹执事来报名，一人200块安尼期待咱大家拢会当参加。好咱第6项，12月25咱早起10点有举行圣诞赞美礼拜圣歌队负责咱也嘛是同款有买圣诞果100份。咱请秋妹执事来办理。第7，咱不能教会嘛是有定2023年每年的迄个月日，摕伫咱招待处遐这个时阵还佫有剩咱欢迎会当来摕送互咱的亲戚朋友求主赐互咱新的一年大家恩典满满。咱看主会活动，咱的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点半。咱查经，咱暂停，咱顶礼拜出席甲奉献，咱家己来看，然后毋着咱用过节来见证。圣港的事奉交代，咱今仔日是春英节甲邦师兄，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素渊老师。后礼拜讲道是岳景安牧师，书会是林信德长老，书琴是玉珍姐。领唱是于信兄，书献是玉姐姐，玉姐执事秋妹执事，交代是素琴姐丙龙兄插花本人，清扫是秋妹姐执事。好，咱来看咱这礼拜的金句。马可福音第2章第5节，耶稣看见因的心，就甲变随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咱三甲斗阵来读。耶稣看见因的心，就甲随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耶稣看见因的心，就甲变随讲：细囝，恁的罪赦免啦。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2章5节。好，咱即是游玩这地。用讲座，咱三个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好，我阁赶快利用短时间，为着圣心灵欠咱求主看过平安喜乐，我的圣心灵已经有渐渐安尼恢复。顶礼拜东港中秋会，阮秋妹执事甲伊讲，杨长老。看开一点啦，不要臭脸啦！真的是我若心情若有代志心都袂开安尼12月，每一年12月甲过年前，就是我上无闲的时阵。学校有校庆我们教会有圣诞，然后家族聚会然后
就是盆栽的制作了哈，有人要做啊，过年前拢较无用啊。由于上次的事件影响，赶快拢爱影响，啊，就想遐代志吼啊，今仔不爱想啊，电视也不爱看，就看足球，但是现在连足球嘛看得足艰苦的，看到输的人，看因安尼伤心难过，我嘛替因艰苦，吼啊，然后现在越来越。然后又是3更半夜，哇，嘛是无法度看，拢看第1场尔，啊，第2场无法度，啊，跟刚就看到新闻报道，啊，知道结果要再重看就没有意义了，啊，每人都说看啊，跟看足球啊，哎呀，我就是，啊，现在你看，现在已经快4强了，8强了，你看看为什么谁发明这种足球这么痛苦？然后你看还要再等4年再一次，真的是很残酷。然后看到输的人。从24强、16强、一直安尼，所以说有一次，我听说那个有一次那个足球到非洲去比赛，那个酋长看到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争一个球？每一个人花一个球，哦，大家不是足欢喜的，大家踢起也不是足快乐的，甲囡仔同款安尼。好，所以说现在你这个已经渐来当，但是现在变成了延伸到哪里？延伸到我做梦。那一天我做梦梦到什么？梦到我去参加一个庆祝会，就是庆祝他们当选的那个欢乐会，然后我看见民进党的几个坐在这个最角落旁边那个长桌，然后吃着那个炒米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再再往中间看一点，哎呦，中间是圆桌，再往主台看大桌是，原来是国民党的庆祝晚会。啊，我看讲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被人家看到了，只说。那个人，黑的是民进党的，我看到，我的紧就讲，我不是啦，我是无党的啦，我没有啦，我不是民进党，你是哇，大家都围攻我，抓住我，然后有一个人就抓住我，那个是谁？张善政，抓住我的手啊，看起来一直秀，结果我想呢，秀讲伊迄个是生技手，是一个义肢，拉去，咱调咧，安尼收袂完，收到咩？结果是我的手骨伸伫我的面酒皮管顶，啊，伤冷靠伫迄人民村头花呢，安尼，哦，你看看，心生凉安尼拢袂平静。其他就是说，牧师互咱有足好的勉励安尼，这个吼安尼日子吼还是要过吼，站起来吼，对，所以讲。重点就是讲，我有看到，我看有一句最重要的，看见身旁软弱无力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你们要来帮助我。我今天讲到了重点，你们要关心带导，真的是不只是，我相信不只是我啦哈，应该每个人有各方面的事情，啊，现在时阵。啊，民意长老黄妈妈啊，真得欠咱啊，咱所长老嘛目睭开刀吼，也是在会务当中，啊，佫有侪无讲出来，咱拢摕伫咱祈祷中来关心甲带导。好，咱即时要来吟圣诗78首，圣诗78首，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教阮来服务，助你所安排厝边，规路朋友骹前，静静来洗因的骹，主人正做萝卜缀服侍，咱起立三个来吟。
咱同心来领受上主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主的慈爱、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众人同在。伫每一日领受快乐，彼此扶持，也扶持有需要的人。伫扶持的过程中间，经历上帝；有时也伫受到扶持的、受到帮赞的过程，也做伙经历上帝。无论是帮赞人的，还是被人帮赞的，阮拢会当做伙见证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权能，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六度避讳。